姐妹，由於今日好天氣，今日是感謝上帝至高的真愛。咱今日在咱是咱一開始，咱就要一表咱的心情，咱來榮耀咱的主，因為伊是至高真愛，是一完心永遠無變的上帝。咱來到底唱這條詩歌。
所以的每种希望亲情来都很难。感谢第四个。信息夫妻安装一起的时间，来自己心，来感谢人。即时礼拜特别开始，请会众从你的手机、关机也是关系简单，请安静一分钟。听走吧。你着用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用摇花唱歌。这是来吟诗，圣诗75首，祈祷上帝至大明来，祈祷上帝至大明来，请敬意专心。
是来先开课英文，课英文16篇，课英文16篇也是4篇61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阮，通互世界知己的道路。上帝啊，愿列邦保罗你，愿万国快乐，因为你比照公道审判列邦。上帝啊，愿列邦保罗你，地已经出土产。上帝要赐福阮。这是阿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是咱的天父，是全能的神。你的主权恰当，永远无穷无尽，你的信息永远存在。主啊，咱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赦免，常常咱常常得罪你，无论是伫个言语、行为，也是心内的意念，由你以你的保护洗清咱，互咱通清气，得到你的赦免。感谢你所事的恩典以及怜悯，互咱有机会悔改，回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日日供应咱的需要，使咱平安。你的疼实在大过于天，主啊，咱今仔日来回来敬拜你，拢是因为你的恩典。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神，也是我永远的依靠。我也知影这个世界往往是挑战以及灾害，但是主啊，你是咱的避难所，是咱的力量，随时的帮赞。由你用你的公义彰显，互真侪人来明白你，归向你。最后，也恳求主，以咱在用你一个兄弟姊妹共基地，愿信心充满咱的心，让互咱传着敬意甲精神来敬拜你，也求你帮助咱，互咱即大礼拜、每一天的生活，拢为着你的荣耀来做见证。这是咱用主祷文来祈祷。万天的父，万天的是，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你的意就如你。我的是不要乱，下面我的国度，是我下面我的人，我的传我的运气，有我万天的牌，你国万年，你个东西所属，来在国际，阿门。来读圣经，今仔日有两个所在，先开开希伯来书4章14节到16节，希伯来书4章14节到16节。所以咱已经有大有这时头，上帝请耶稣经过遐个天，就即首所示明的，因为咱所有的这时头因是。对体会体验咱工作的软弱，就是凡事平平受试，但是无做渣渣，所以咱着好当就近稳定的座位，通受怜悯，也必着稳定做一时的帮赞。我来先开哥林多后书5章17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所以人若惦记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呾拢变成新的。
只是咱请信大人来讨论。兄弟，属我灵，万年你能救，你必能救你。万兄弟，是我灵里面，我生命啊。感谢信官从来这样的礼拜，其实咱请本堂主牧师，伊个讲大题目是重新开始。亲爱的弟兄妹，大家平安。台湾基督教教会伫全台湾有1600外间的教会，会跳舞无？声音会使无？每一位牧师拢需要通过牧师资格的检定，才会当食做牧师。除了指定的要求以及训练以外，其中一项就是母语的考试。因为我毋是原住民，所以我的母语就是台语。感觉听无讲白。对我来讲，实在是真困难的代志。
我32岁来到台湾，以前要讲是台语，我连华语嘛袂晓讲，干那会晓讲两句的名，就是你好，谢谢。逐摆拢是你好，谢谢。虽然伫新学院的时有接受基本的台语的发音，以及罗马字的训练，不过我实在看拢无。去到教会实习，我拢得讲外语，怕的是青少年无需要用台语。直到新学院毕业，才发现讲需要通过台语的检定，所以我真用功去准备。检定的内容包括写罗马字、读罗马字、看汉字本，然后正确的读出来。上紧张的一项就是考试的时，爱伫全国的考官的面前抽签，签的内底的题目拢无共。抽到了后，差不多5分钟以内，我爱伫5、6个台语的老师的面前，用台语开始开讲。现场用台语来回答我抽到的迄个题目，用台语发表我对迄个题目的看法。考官会甲你问，我爱用台语去回答。你敢知影我抽到的是啥物题目？如何复兴白话字？再要去复兴第二字，我看到这个题目已经软卡。迄时我足紧张，伫外口伫出来等，伫考官叫我的名倒字格，然后我就入去，我就面对迄个考官邪笑的。我徛伫台仔顶的时，我头壳完全的空白。当我想要开嘴咧讲的时，我内底就乱去啊！忽然间，啥物拢袂记哩。所以我讲，老师好，好犀利啊！我忽然间唔知影是什么是粤语，什么是华语，什么是台语，什么是英文，全部乱了，乱去啊！因为我足紧张。伫美国嘛有发生差不多的故事，一位少年的原教者叫做 Eric， 伊决定爱学钢琴，伊找到一位真好的老师，逐礼拜去上课，逐天伫厝内面伫练习。一段时间了后 ，Eric 开始大到袂歹，到一个考站了后。伊的老师替伊安排一个钢琴的比赛 ，Eric 需要伫一寡评审的面前弹琴。其实 Eric 的个性真无甘愿去参加比赛，不过伊的老师却非常的坚持。比赛迄天。Eric 非常的紧张，伊需要伫3位真优秀的音乐家的面前弹琴。一开始算讲顺遂，不过弹了几个小节了后，伊一切信心拢无去。伊忽然间袂晓弹，一切拢袂记哩。
大到唔对啊。Eric 听见家己换出真歹听的声音，嘛看到边仔的评审伫记录伊一切的错误，打叉，惨啊！伊非常歹势，非常的紧张。伫头壳内底，直咧想后一个正确的音符是啥物 ？Eric 唔知影安怎，唔知影怎样，伊只好停落来，非常的失志，低着头说：“哪会安尼？”伊心内伊想讲，我已经真努力，我已经真用心去准备啊！伊看到迄个评审，迄个歹势伫问讲，我真失礼，我袂记哩怎样去弹呢？所以我烦恼讲，若是我继续弹落去，状况可能愈来愈害。现在我应该停落来要无？亲爱的弟姊妹，你敢有即种的情形无？你是毋是嘛有共款的经验？拄着逐种的困难，却毋知影怎样去往前行。无论婚姻的关系，咱的身体的健康的状况，也是上班的同事真歹斗阵，看无路的迄款的感觉。我已经真努力，我已经练习啊，我已经准备，我甚至嘛有祈祷的。总是头前一切状况无啥改变，你感觉无路通行，心内真像阮讲，烦恼讲我继续行落去，状况一定会愈来愈害。现在我会当停落来，了无？相信在座有一个人。嘛有上班差不多的经验，伫过去的日子的中间，亲像行迷路迄款，哪行哪害，哪做哪失败，哪努力哪失望，这就是人生。伫人生的过程中间，有当时啊会拄着溺爱。互咱感觉讲，哪会安尼？哪会安尼？我已经真努力，我已经真用心啊！毋过，迄个现况是实在真害。你敢知影？伫迄个真正紧张的时刻，迄个少年的传教者 Eric， 伊感觉真绝望的时，伊弹袂出来的时，伊会当琴的老师。行到伊的身边，甲伊讲三句话，这正的话改变伊规个想法。伊讲免烦恼，袂费相换，你会当重新开始。亲爱的弟姊妹 ，Eric 的老师甲伊鼓励了后，一切拢改变。虽然状况真无简单，毋过伊后来发现讲，莫挂心啊，袂费相换，伊会当重新开始。这个人的经验甲咱讲，伫人生的中间，毋通失败，差错就是见识，错误就是失败。一旦失败，就无法度挽回。因为安尼，这个世界大家拢非常努力，莫出差错，总是伫比赛迄天，搁试一届的机会，改变规个比赛的气氛。老师讲了这句话了后，Eric 就安静落来，树拔起了后。伊重新开始，即摆
伊的表现非常活跃，伊带出信心甲气力，伊无阁感觉一定会互伊个评审相信伊真正厉害。伊虽然行迷路，毋过大家拢互伊机会重新来一摆。当第二摆开始时，伊顺利的完成。伫结束的时，体贴的评审甲伊的老师甲伊拍大的鼓励。迄日 ，Eric 的老师甲伊讲的是一句关系到永远半的事。迄个老师讲出天堂的语句，迄句话讲出恩典的秘密。伫绝望的时，伫看无路的时，伫真着急、真无助的时，上帝嘛要甲咱讲即句话，免烦恼，袂花烧换，你会当重新开始。咱拢会有可能行迷路，咱的人生的中间可能会拄着逐项的困难，婚姻的困难，财务上的困难，教育囡仔的困难，厝内面的人斗阵的困难，嘛可能无法度实现咱的梦想，互人失志的工作，家庭的危机等等，这个问题拢会互人真挫败。想讲到底安怎？倒位出问题？咱掠准讲，别人拢在看，亲像迄个无情的苦官同款，直直伫记录我毋对，大毋对，台语发音无标准 ，out， 出局啊！搁较害的就是，咱误解上帝嘛，亲像迄个无情的法官，想要紧紧甲咱审判，宣布讲你 out。每一摆的犯错，每一摆的挫败，拢会互咱搁较紧张，相信咱的成绩一定不及格。要毋过，圣经互咱了解，上帝是一位自爱的上帝。无论别人对我有啥物款的看法，也是讲我活到遐尔啊痛苦，上帝毋捌轻视我。你的处境无互伊惊着，伊无完全对你生气。伊无要放你去家己去努力，这一切相关的想法，拢是魔鬼的白贼话。魔鬼是要互你相信，当你犯错、行毋对的时，上帝是真失望、真生气。当你行毋对的时，上帝真正趁机会甲你处罚，因为撒旦是想要毁灭、败坏你的性命。圣经有记载讲，贼来一定是要偷掠、要害、要毁灭。耶稣来是要互咱得到活命，得到更较丰盛的活命。所以魔鬼一定直直重复去宣布这款的白贼话，直到咱相信为止。人若无正确实在上帝，也是对上帝有错误的看法，人会受真济的痛苦。无论咱拄着的问题是啥物款的，
是感情上咧、财务上咧，互咱的心真惊惊、真不安。只有魔鬼甲你讲一句白贼话，就互你永远卡着啊！第一句的白贼话就是上帝对你生气啊！这句话互咱一种错误的感觉，掠讲上帝坐伫悬悬的天顶，甲咱放活活，毫不关心的，对咱的无助无爱插，对咱的失败真严格，亲像一位派鬼鬼的警察大声嘅吼讲：“红线，别停车！是不是想要我开红灯啊？”魔鬼知影，你若相信伊的白贼话，你就无法度甲上帝建立真较好的关系。你会继续不断用好的表现来得到安全感，内心充满惊吓甲不安。虽然上帝不望甲你建立好的关系，不过因为安尼，咱永远无法度成功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所以，当你拄着困难的时，你真自然就无要求上帝的帮助。亲爱的姊妹，今仔日所读的希伯来书有记载讲，所以咱就好打就近上帝恩典的宝座，通领受伊的怜悯甲恩典，做咱需要的时的帮助。希伯来书的意思是，当你拄着困难的时，你的对敌伫你的周围，甲你包围，四面甲你攻击的时，你唔免烦恼。你不但会当去祈祷看卖，搁较会当好打就近上帝的恩典的宝座。你袂会看到一位无情、生气、想要杀人的上帝，你会看到一位是无嫌人、无看轻人、体贴人、怜悯人的上帝。上帝听你，伊要伫你拄着困难的时，加做你的帮助。第二，魔鬼想要甲你讲的白贼话，就是互你相信。你就是孤单的，你是孤单的，所以你干那靠家己尔。伊要互你挖靠家己的才调，互你无爱挖靠上帝的困难。所以，伊想要互你感觉上帝已经甲你拒绝啊，即嘛你真孤单，你干那会当靠家己。一个人想要相信即句白贼话。是因为这会当满足人的本性，所以对咱来讲，靠家己较有把握，唔免祈祷，靠家己较实在，唔免听候，靠朋友速度较紧，唔免歹势，靠金钱较顺遂。世间人家唔是安尼。咱拢同意，咱应该用行动去改变。不过，咱唔通只有用家己的努力代替倚靠上帝，甲上帝三角行的恩典。当咱无爱倚靠上帝，然后用家己的方法想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其实就亲像囡仔。伫父母的面前，赶紧去清理车道的牛奶共款。迄个囡仔受真着急，哪着急安怎？哪？所以圣经有记载，要专心倚靠上帝，唔通倚靠家己的聪明。
伫你一切所做的，拢着尊重伊，伊会指点伊的路。兄弟姊妹爱注意的是，圣经毋是讲伫你所行的一寡代志爱尊重上帝。圣经嘛毋是讲，伫你大部分的生活的代志顶面爱追求伊。圣经讲，伫你一切的所做，拢着尊重伊。即句话代表人生的中间，世间无任何一件的代志是甲上帝无关系，无论好的、歹的、清气的，还是败坏的，你会当将生命中一切交托给上帝。虽讲你即马可能卡着即个问题，即个问题真大真歹解决。你毋知影怎样去解决，兄弟姊妹，将生命交予上帝，那个相信魔鬼的白贼话，上帝一定会指点你的路，这是圣经所讲。伫圣经的人物的中间，罗德应该真了解人生受困。卡着的迄款的感觉，表面上看起来，罗德伊的一生差不多拢安尼尔，对未来应该无啥远望。结婚10年的丈夫忽然间翘起，对一个有钱人来讲，丈夫离开世间，实在是真大的打击。了后，圣经记载，伊的大家老米嘛要走去别位，要搬走去到别个国家。罗德即个孤妇、寡妇，伊实在是无所在通行通去。伊的大家老米甲伊讲，你转去家己的外家，愿上帝施恩互你。你敢知影？伫人生的过程中间，苦难若忽然间临到，会互人真大的绝望。罗德的丈夫死去，一切的幸福拢无啊，无阁有理想，失去任何的愿望。这就是罗德的命运。罗德知影，伊需要面对一个真正无要面对的事实。其实，罗德伊会当甘愿接受歹命，继续受痛苦，安尼，一世人就伫遐生活。继续活伫迄个创伤的回忆，而且大家拢会体谅伊，无人会甲伊责备，因为这个处境实在是无简单，因为伊是这个受害者，一生拢真可怜，安尼活落去就好啊。罗德会当安尼啊？不过，伊家己决定是毋是继续选择做一个受害者的角色。罗德无安尼选，罗德选择脱离这个困境。伫罗德记1章记载，当老米甲伊讲，你转去迄个后头厝好啊。罗德甲老米讲，毋通逼我气杀你，离开你倒去，你去倒位，我嘛要去；你住倒位，我嘛要住遐。你的亲族就是我的亲族，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兄弟姊妹，罗德有真正的理由留伫本来的所在，继续做迄个寡妇，继续活伫
创伤的回忆。不过路德真好搭，接受新的命运。路德选择甲拿俄米踏入新的人生，踏入新的未来。路德明白，重新开始是上好的选择。一开始，路德的故事真正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不过，圣经读到尾，这个故事会变做一个大欢喜的结局。伊愿意接受新的生活了后，圣经记载，伊就随拄着一个名叫做波阿斯的查甫人。波阿斯是一个好心良善的大财主，伊真介意路德，伫这个过程中间，伊满足路德的需要，佮甲伊保护。路德记甲咱讲，波阿斯诚做路德生命中的贵人，这个关键的对象。波阿斯付出真大的代价，替路德建立新的生活，建立一个超过伊想象更较好的生活。亲爱的弟兄们，我相信上帝嘛想要透过路德的生命，甲咱每一位兄弟姐妹一个鼓励。当咱的处境是真艰苦，咱知影真艰难，不过咱来留伫原来的地方，留在原地的话，日子共款一天一天过去啊，不过却无啥物改变。可能你的处境无人甲你怪罪，大家拢甲你同情，你真艰苦，真悲惨哦，我甲你同理、关心你、同理你，觉得你很辛苦。不过，路德无安尼做，路德无爱继续留伫艰苦的处境，路德选择新的生命。亲爱的弟兄们，伫新的一年2025年的第二个礼拜，咱嘛同款会当决志。无论咱拄着的困难是啥物款的，咱会当有机会重新出发。不过，咱家己爱做这个决定。你爱决定继续留伫迄个痛苦，继续留伫这个负面的思想，继续留伫批评埋怨的生活。还是你愿意选择一个新、更较好的生命？咱来相信上帝已经替咱备办一个更较好的未来。上帝要互咱了解，你的生命毋是安尼结束，毋是安尼尔。伊已经替咱准备一个真好的计划。咱需要宣告。今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家形容波阿斯就是耶稣基督的目标。波阿斯是救赎者的代表。路德诚做波阿斯的负心人，同款圣经嘛记载耶稣基督。是天父，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波阿斯互路德一个新的生命，同款，咱伫基督内面，嘛当诚做新创造的人，亲像路德得到救赎同款。不管过去有啥物款。不幸的代志、艰苦的代志、互人痛苦的代志，
咱有两个会当做的决定，继续活伫痛苦，还是当倚靠上帝重新开始？请诸位来祈祷。因为上帝求你帮助，互阮每一个弟姊妹会当好担来到你的宝座前来领受新的贵人、新的恩典。感谢你应允阮伫耶稣基督内面会当诚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一切拢变做新的。求你伫2025年的新的一年的中间，互阮有勇气来接受新的挑战、新的贵人、新的愿望。上帝互咱新的计划，互咱会当伫每一日会当倚靠上帝来活出上帝的恩光来利益别人。求上帝继续祝福教会，有教会会当诚做光、诚做盐，伫世间为耶稣基督来做荣光的见证。我的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来信息297，信息297，耶稣叫我来行天路，请记因专心。起来奉献，咱请林秀宇及为江慧宇执事。
请坐。一起来报告，刚刚4号，澳洲1月19号，朱莉、杨成恩牧师、苏辉、钢琴技术、苏婷、蔡婷姊妹交代书写，就秘书姊妹以及社书记姊妹，新加的关怀罗文技术以及蔡敏龙姊妹，宴会张家慧姊妹。每人邀请刘香兰牧师爷、佩西信瓜队、音控林玉明干事、韩宇成主日学英语丁乐、主会领属以及红黑请来主题讲话。在本会消息，第一点，教会生产公平之间处理，也请咱的兄弟注意安全。请兄弟来也来为着这修缮来祈祷。第二，信徒修缮已经完成，已经放伫招待桌，然后需要请兄弟来主平领处。第三，环保小宇宙有邀请成功之姐妹开办成人铅笔绘画班，时间是伫个明年3月到5月，时间是逐礼拜四的早起9点到11点，费用是600块，欢迎兄弟来邀请有兴趣的好友朋友做伙来参加。第四，后主日1月19号下晡1点半到4点，将举行第18届长职训练会。第五，请各团体小组伫后主日提供5年100提供2024年的施工报告以及2025年的施工计划。给干事方便整合合会手册。第六，有认领今年献花的兄弟，将费用交给干事。第七点，本会因牧师郑王府罗州教会主持同工就任，也请关心以及代祷。第八，长执会鼓励教会的夫妻来做参加夫妻营，时间是8月15号到8月17号3天2夜，地点是伫深耕、福隆、桃园高尔夫球场。报名截止时间起到3月20号截止，然后采取是先报先赢那到报名人数有到12到16人的时候呢，首播不再开放了，过来告改消息。关怀代祷，请为着美国南加州的大火的受灾户以及救灾人员以及灾后重建来祈祷，来代祷。第二，艺术表演的兄弟有林学仁、苏学仁、曾文德、杨玉珠、郑明霞、林李敏珠、徐建廷以及翁明达。志愿有马来金以及贝蕾妈妈。第四，张正志弟兄的父亲刘金龙长老，目前嘛伫咧恢复中，即嘛伫咧养护中心伫咧使用。第五，陈慧玲姊妹家家陈淑玲带因化疗也请入来讲。第六，也有教会1楼的礼拜堂以及3楼礼拜堂的整建进展，方便一起来讲。方面报告，请咱的朋友来主动关怀，有问题也请咱的会计人员来反映。继续来看评估，这礼拜评估是特别来出4周16站，4周16站，按做伙来看礼拜。所以，咱能够做到他其实也感应有变，将不时防灾，所以咱能够做到变，他其实也感应有变，预见一些防灾。
是来上云信息500-089-500-089，天的万邦万国万民，请记。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期盼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免。有道，咱遮离开时阵，咱来做伙行伫内底。垃圾。